隨住人工智能時代急速發展，越嚟越多傳統工種逐漸被機械人取代，我哋嘅時間越嚟越多，工作機會卻越嚟越少。傳統平台賺到盆滿缽滿，但真正付出嘅你卻好難得到公平回報。當平台資本方攞走大部分利潤，勞動者同用戶嘅付出邊個嚟補償？無論你係專家、手藝人，定係中意分享嘅普通人，都可以出售時間接任務賺錢，又或者購買他人時間解決急需。任務金額由你自由定價，每筆收益都合法透明，貢獻值積分越高，共同富裕獎勵金就越多。接不接會將估算稅後利潤70%回歸推廣期內登記用戶，用技術打破不公平，用實際行動推動共同富裕計劃。你嘅空閒時間唔再係沉沒成本，而係可以變現嘅收入。歡迎加入我哋。